行事实上是台南或者是整个台湾的第一站。我们就常会开玩笑说，定情码头呢，事实上就是爱情的第一站。所以呢，在这个爱情的定情的第一站呢，在泰迪熊的一个 IP 的一个加持之下呢，多了很多的温暖，那也多了很多的情感在这里面。这一次呢，也特别是跟泰迪熊合作的原因呢，也是建构在这个泰迪熊勇敢温暖的一个形象上面，搭配着我们的定情码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进行整合。在台南，我们每一个古迹园区呢，都有属于它专属的一个故事。那为什么在这几年，我们其实不断透过古迹园区或者是我们的园区来跟不同的 IP 来进行合作？事实上，这个目的上面呢，就是有很多的 IP 是年轻人所熟悉的，这个是年轻人现在的一个记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结合大家现在的记忆跟这个城市过去的一个记忆？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联名合作的一个过程里头，让一个古老的城市，事实上它也有很多新花样或者是新的记忆可以产生。那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文化局很多的一些园区场域会跟 IP 合作的一个重点。我们这次特展的一个轴心啊，是以爱、还有冒险、还有勇气为一个策展的主轴，然后去规划我们的一个泰迪熊的一个特展的部分。今年的话，我们比较不一样的是规划了很多一些比较大型充气装置艺术，最高有到9米。然后我们现场也会在不定时去做一些更换，总共有9只的一个充气泰迪熊会在这边迎接大家。不只是在我们这边安平串联我们这边的商圈去做一个推广，然后我们跟台南知名的一些饭店，像喜荣轩，或者是雅乐轩、大元皇冠酒店，还是长隆酒店这边来做一个结合，然后推出一个住房的一个专案。然后他们这些饭店也会设置一个卫星展区，做我们的一个展示的概念。在军舰上，我们除了设置我们一些水手服的一个造型的泰迪熊，还有舰长的一个造型泰迪熊以外，我们的一些舱间又有做一些不一样的主题规划，也有一个泰迪熊的故事墙，还有一个展示一个情境式的一个体验装置，让大家可以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个温暖的氛围。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熊熊见到你。2026泰迪熊海上派对主题特展正式开展。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洋建园区，共同一起来开箱。我们泰迪熊展一直到年底不仅是可以跨过农历年的过年假期也有跨过情人节，那所以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那这个景点呢，一直不断的在优化从过去是一艘德阳舰孤零零的在这边，后来再加上我们的陆海空一些退役的军机跟战车的进驻，以及我们现在加上泰迪熊，所以不管喜欢泰迪熊的、喜欢军品的、喜欢缅怀历史的、喜欢陆军、喜欢海军、喜欢空军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德阳舰园区。而且周边在过去就是林默两公园了所以连成一带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安平一个新景点。那还有除了大鱼的祝福之外，还有这个安义园区期待更多的好朋友在过年假期，在228连假，甚至在今年的许许多多的连假中，能够来到台南，来到安平，来到德阳舰，都欢迎您。台南随着铁路地下化计划持续推进，原本被铁路分割市区空间将重新串联。其中台南车站是台南古道的重要门户，新的车站嘛伫兼顾交通机能、都市空间甲古道的记忆一步一步成型。高雄部铁道局22号的公布台南车站未来新面貌，其中漂浮大屋顶甲空快下沉广场等设计美感拢成为一大焦点。
电车站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动线，除了改善单车甲转乘环境，未来旅客买当伫轻量化的空间散步，感受老建筑甲新工程的特别吸引力。预计工程到2026年底完工，自整个台南市区体育地下化，对大桥车站到大拿路滨高道以南。全长8.23公里，总经费412亿，计划施行预计到2031年3月。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医生协会今年初伫安南区启动关怀行动，先是发送物资，予安南区的旧北、温南2个里，总共167户家属2户。22号，搁再进行另外一波的送暖行动，伫咧北安路2段520号。展开爱心便当发送活动。我们是从今年的1月5号开始开始做爱心便当代用餐那我们在短短大概2个礼拜内发起这个活动，在这2个礼拜之内呢，我们也募捐了很多的爱心捐款然后我们这一次总共要发放250份的便当，针对这个安息梨、凤凰梨还有梅花梨那个我们哲轩绿豆沙的这个老板娘知道这个活动，她也赞助我们每一份便当那个1杯那个绿豆沙那也很感谢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集美便当的老板也是我们的理事丁清吉丁先生还有我们的中诚议员，还有我们所有的里长来帮我们完成这个活动。这次发送的对象是透过市员李中勤、协调、红红、梅花、安西等3个里所提供的受助名单，由吉米便当店提供饭仔肉，泽轩绿豆沙赞助饮料，做伙温暖绿色族群。非常感谢我们义山协会理事长的号召，然后集结我们所有的爱心人一起来做公益。那也感谢我们集美我们便当店的老板，然后那么用心的来规划这个活动。然后我相信说现在的物资上涨，让很多我们的弱势家庭都生活得非常的困苦，所以由理事长号召这一次的活动，让我们所有的一些弱势家庭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午餐，温暖的午餐来食用，所以很感谢，也希望未来我们邀请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加入我们团队，可以做的更多的一个公益活动。医生协会理事长陈忠信表示，协会服务包含急难救助、中家受力户生活改善、重大社会事件救助等。现在每礼拜1到拜5中午，伫咧北安路2段吉米便当店，拢有爱心便当发送，每工20个，邀请中家受力户现场取用。协会也欢迎有寡侪善心民众加入义善行列。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西区图书馆举办乡会团前册旁盘读的期刊领用的活动，2月3号上午得到台湾府城隍庙的赞助，对今年115年起，每年赞助35000块，领用图书馆10本的期刊，希望将乡会的祝福转化为册旁的知识，永远来流传。这届领用的大部分拢是甲亲子学习的期刊相关。现场嘛有引导社区各个幼儿园的学童到场来出席。咱的庙宇的文化其实就是透过咱的乡会来传承咱的信仰所以咱伫遮嘛希望讲咱这个庙宇的文化咱这个信仰会当甲乡会变做咱的书香让我们在地的市民朋友也可以把香火转换成知识的传承陪伴大家来行动来学习变成这种的力量。个人的善款来做一件代志来到遮来到咱原台南州厅啦嘛是正啊现主是的迄个中西区的图书馆啦行入有种真熟悉的感觉嘛甲阮别人相像原来是国定古迹国定古迹大家拢是国定古迹入来的时候更加像较亲切感啦较有一个亲切感啦而且古迹的时候
会当摆遮个书局，书籍吼，来互遮民众来看吼，嘛是真好啦吼。中西区长蔡家福表示，中西区图书馆长期推广阅读知识的普及，期刊杂志因为资讯的更新较紧，内容丰富多元，深受民众的喜爱。不过近年来受到期刊的售价来起悬，图书馆的经费有限，恐惊数量真歹维持来采买。因此，这届特别感谢台湾富盛方庙的赞助，庙方嘛表示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企业或者是宗教的善心团体来领用，互册邦会用像香火同款来延续。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以群鼓回应自然意象，使古籍乐团演出经典作品《山之幻》，加上视觉画面，形成完整叙事，强化整体观演层次。透过强烈节奏与跨界音乐语言，手和铁鼓乐团作品《Be the Firework》象征新年能量释放。2026石鼓节以风驰祭明为主题，在年初1到初6集结台日重量级鼓乐团队，打造震撼人心的定目集乐盛会。这次曲目会是以一半唱歌，然后一半是器乐演奏为主，这样，然后就是都有融合传统。或者是西洋打击乐器，然后去做一个结合，这样。我们石鼓今年比起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对了整个剧场做了全面性的升级。刚好在第25周年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舞台投资了好几百万的这个升级费用，就是在不管是数位的这个投影画面跟我们的音响上面的升级。跨国鼓乐团队将一场接一场轮番登台，演出内容丰富又精彩。另外，今年奇美博物馆推出埃及法老展，石鼓祭出全新奇幻场景，兽鼓祭坛，以死亡与重生为主题，结合古埃及神话与东方想象。以天空之主翼手龙排虎，象征着见证万物的循环与重生。那同时融入了公牛神与公羊神守护神的意象。现场更运用405件仿真兽骨，让祭司在骨堆中营造神秘庄严的仪式空间，观众跟随引导念出咒语，参与沉浸式体验。记者收海滩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还有我们的玉品海陆螺。诱人的美食走秀，让人忍不住想直接品尝。这里是台北市知名的南门市场，迎接马年的到来，市场方面特别推出年菜采购月活动，除了限量2400份的9折买菜金，搭配10000元抽红包活动，引爆排队人潮外，多家5星名摊也配合推出马年限定套餐与年节礼盒，甚至还提供客制化服务，预估年节买气可望增加2成。主要是把业者很优秀的那些很棒的那些年菜推出来给大家看，然后每年做的当然有点不一样，当然每年有的传统有的我们都有，新创的一定有，还有很多优惠哈。我希望说一般的消费者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来南门场走走买买哈，真的有像过年。其实我们南门场有一定的名气啦哈，每年一定会营业额应该会增加很多，然后现在也推出网络啦，很多平台可以购物啊，对，所以这个每个摊商购物的金额应该会比较高一点。像这家知名的糕饼店，每年都会推出生肖包，今年的马年生肖包就用金色描绘，喜气满满。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生肖的包子，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生肖不同的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这边用颜色比较叫金马，希望马年吉祥如意。大家财运滚滚，所以我们马年的包子后面配了一个枣，一颗枣子，
一颗早就是早发，因为这是面粉做的会发。南门市场各个名摊也陆续出现采买人潮，抢先购买1万元等值购物金的前环球小姐丁燕宇就直说南门市场超好买，觉得非常优惠，因为它有9折。它不管就是现金礼券啊，当场打9折以外，他们还有就是满2000可以抽1次奖。对，那我买菜的时候我都会来这边，因为这边东西很齐全，你来一次就不用去好多家排队啊。对，今年过年最想买什么？最想买什么？你想我什么都想买耶。什么都想买。对啊，比较难做的吧，可能像鲫鱼啊，或是东坡肉。或是那个佛跳墙，在这里买最新鲜的。从生鲜组合到熟食点心，琳琅满目的美食年菜，让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与立法委员吴沛忆等人频频称赞南门市场最有年味。林奕华也表示，除了目前可搭乘捷运红线与绿线前来外，未来等万大线通车后，民众来南门市场采买将更加便利。南门市场的各种美食啊，熟食也好，或者是干货，我们回去简单打理就能够上桌上菜。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一大福音，所以呢，每年过年呢，一定要来南门市场。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台北人已经可以开始来南门市场准备我们的过年。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吃一些糕点类啦，还有大家知道像什么腊肠啦、干肠啦，这种都是一定要吃的东西。所以反正南门市场你喜欢什么，来到这边几乎没有你找不到的东西。重点还是说，因为它的品质啦，都有自治会这边跟着我们的摊商一起在努力，所以才能让南门市场它的名声一直都这么好。再加上因为捷运也很方便，所以欢迎大家呢都带着购物袋来搭捷运，来到我们南门市场来采购。因消费形态改变，南门市场也全面支援电子支付，更引进 AI 点餐机，加速交易流程，也方便消费者购物。迎接年节商机，市场也与悠游付合作，从即日起到除夕夜，使用悠游付单笔消费满200元，再搭配会员活动，最高可享10%回馈。使用全支付不限消费金额并登录活动，最高回馈达25%。民众不用再带现金，只要带着手机就可以轻松采买，一次购足5星级年节美味。用澎湃丰盈的年菜迎接马年的到来。年菜采购月上啦！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基隆暖东峡谷的山林间，步道师弯下腰，用双手挖开被土石掩埋的排水沟。这是基隆社区大学与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合作推动的手作步道计划，透过生态友善工法守护这片山林。这个排沟系统其实是我们112年的时候发现到它整个满了，所以会影响到整个走道，所以在这边有做了一个排水沟的部分。讲师洪光军带领学员检视2年前亲手堆砌的砌石驳坎，利用溪边石材就地取材，保护边坡，也维持生态平衡。它都在溪边，那其实下大雨的时候，溪水会涨比较高的时候，就会冲击到我们的边坡。那在那个竹林下面的边坡本来是已经被掏空了，那我们就利用现地的一些石材，溪边的石材，那我们做一个砌石驳坎，把它保护住。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其实都还非常的稳固。就是说，纵使经历过多次的大水，其实我们的驳坎还是很稳固。那驳坎稳固之后，我们上面的植物植批就会完整。好，那接下来这整个山区它就比较不会有山崩，或是上面的路就不会崩落的一个状况。除了驳坎，手做的砌石阶梯也解决了步道湿滑的问题，让民众行走更安全、更顺畅。而对于部分旧有的路径，则选择封闭，让它回归自然。其实手作步道有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评估当地的一个自然环境还有生态。那既然因为这边旁边是个峭壁，用人的力量去把它复原的话，其他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毁坏啊。那我们就会用改道的方式，我们就不会强行一定要复原在这么一个艰困的地方做一个步道。我想这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个方式。曾经参与手作的学员看着自己亲手堆砌的驳坎，充满成就感。步道师有教我们如何利用搬来的石头，如何把它一阶一阶的砍上来，而且它到现在呢还保持得这么完整，很感动。从111年5月至今，基隆社区大学已经在暖东峡谷、月眉洞等地完成4次手作步道。步道是有记忆的，你透过你的手做来之后，你每一次走回来都会看到。基隆社区大学在111年的时候推广了手作步道的第1期，我们在暖东峡谷做了。
第2期112年的7月，我们做了手作步道继续的维护。第3年，我们安排了在月眉洞做了手作步道。第4年，因为恰逢台风天，并没有做到。我们希望未来这样的手作步道可以在基隆持续发光。用双手守护山林，以生态工法与自然共存。手作步道保护了环境，更让参与者与土地建立深刻的连结。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大大的蓝色造型气球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拍照。位在苓雅区的 Focus 13珊瑚广场于近日开幕，不止内里设计颇具巧思，贩卖商品更是大走文青风，而2楼还能欣赏完整的港区美景，吸引不少民众特地前来。刚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很亮，眼睛一亮的感觉。然后它整个的设计，尤其那个中间那个大树那个灯光，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然后走进去，然后1到3楼都还蛮亮的，就各个空间都还不错，设计的感觉都还不错，这样子。小众品牌蛮多的，所以就蛮喜欢的，觉得还不错啊。然后还有那个咖啡厅，还有那个风景，蛮好看的。地处港区的 Focus 13珊瑚广场与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隔岸相望，由台南知名百货业者操刀，并以珊瑚礁群为设计理念，打造总面积约为2100平的商场空间。开幕仅2日就吸引近15万人次到访，也创造不少讨论话题。我们这边的客群，我们设定就是50%的在地客，50%的观光客。因为林百货经营了12年，我们大概有80%都是观光客。那我们也提供就是台湾厉害设计师的作品，或是台湾这个年轻设计师的作品，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希望观光客来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好东西，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年轻设计师的作品。那也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享受整个高雄爱河湾的美好风景。对此，在地议员也提出相关看法，认为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活动举办多元且成功，吸引大量人潮导入，如今又有大型文创商场进驻，将有望带动地方经济再次发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现在有引进一些对于年轻人来讲看起来是算是蛮有吸引力的品牌，所以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商业跟我们在这边办很多文化跟流行还有音乐活动彼此互相结合，那能够让它发挥本来的这个应该要有的商业的功能，带来更多的人潮，也提供来这边的这个游客更好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期待看到这个爱河湾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这边展现更年轻、创新、多元，而且走在潮流前面的风貌，来吸引国内外更多的旅客跟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到这边。Focus 13珊瑚广场目前2侧餐厅区仍处于封闭施工阶段，未来将形成完整的文创休憩景观场域，结合周边完善的轻轨等大众运输系统，有望成为港区又一观光新亮点。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欢迎来自日本北海道小樽未来创造高校的参访师生，藉由女中同学特别学习日文，高唱小樽未来创造高校的校歌，表达满满的欢迎。我们要把日本的就是日文50音换成罗马拼音，这样子我们会比较好看。然后还有，因为我们是跟别班一起合并，所以还要合整齐度啊，跟就是声音要合，然后动作也要合，然后上台下台那些所有都要准备。跟日本同学这样交流，你会觉得蛮有趣的，很棒，很棒，超赞。你们会期待说，比如你们也去到他们那边交流一下，就看一下。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校长来带我们去，就是也想知道学校长什么样子。对，而且听说他们那边有运河，这样感觉很漂亮。而且北海道牛奶很好喝，我都吃冰棒。其实这一次跟上次纪录高中有点不一样，因为纪录高中是只有24位孩子，今天日本总共有136位的孩子来到本校来进行参访，而且我们今天除了有前面盛大的一个欢迎之外，其实在里面有安排了互唱校歌的这个桥段，那让不管是基隆女中的孩子，或者是这个小樽未来创造高校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到彼此满满的诚意。この学校の生徒さんはすごく素晴らしく情熱的で明るくて、非常に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で、他非常
常的感受到就是这个学校，我们基隆女高的那个大家的热情，然后他觉得台湾的学生都很热情、很活泼，他们让他们觉得一开始就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北海道、日本には台湾の人たちがたくさんお越し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なので台湾と日本が少しでも近づけばいいなという交流にな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他说，因为在北海道，因为他们北海道人嘛，他们北海道有很多台湾的观光客，那他也希望说台湾跟那个日本，就是我们的感情可以这么继续长久下去。那后面我们就会安排入班，那每个班都有不同的两国文化的课程，都会让他们去做交流。我相信这个一定能够让不管让金女的孩子，让小尊高校的孩子都能够有一个满满的收获。小尊未来创造高校的学生也深入班级，和基隆女中同学一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绳结和折纸艺术，透过文化体验，促进两校同学的互动。中国节，然后对，就是因为他们是日本的嘛，然后就是中华文化，赞啊！那要怎么教他怎么沟通？要用我用英格里学英文。做这个，然后这是中国节，然后可以吊在包包上面，是它可以代表了好运，可以招来好运，就是一个祝福的象征。你们刚刚怎么沟通的？我们用英文，还有一点翻译。他们觉得现在学英文重要？非常重要。基隆女中精心安排各项活动，让学子跟日本小尊未来创造高校的同学充分进行交流，启发基隆女中学生对于学习外国语言的兴趣，也展现基隆女中推动国际教育的丰富成果，更加深台日之间的情谊。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你起来做啦！你这样怎么对上时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原来是梦，阮昨仔朋友拢讲哦，伊今日那时阵叫我爱牵你去行红地毯。准备好。好，行。所了，用心一改解决，经去做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